那个音控中琴吗？那个手麦1号、1、2、3跟9号在试音。1、2、3先试一下。中琴。喂，有声音吗？没声音，很小声。1、2、3。喂，哦，你在这边。喂。1、2、3，1、2、3，有声音吗？1、2、3。好像有点小声。1、2、3。精明那边1、2、3的手，1、2、3跟9号的手麦。还有8号的耳麦。喂，没有声音。喂，中琴。喂。1号。喂。中琴。都没有声音。找人找，在试麦克风。指挥。都没有声音哎，每一次都没声音。喂。很小，没声音。喂。有声音呢，但是很小。喂，有了。真的啊。中琴。喂。有听到啊？喂，我3号还是蛮小声的。喂。喂。1号刚好。对，1号刚好。喂。喂。喂，3号。喂。3号，有声音，可以。好。没有，我们还有，这里不是有30这个吗？应该6、7号。
是可不可以？所以我只要插上去就好了。7号换7号试试看。喂，12345，12345，12345，7号，12345。哎，你6号有开吗？6号。喂，123。哎，我讲话这只是几号？这只几号？6号。是这个线的问题，还是你这只的问题？那我整个脱掉。我这个是整个吹一下看看，卡在里面。吹一下，吹一下这个，吹看。还真的没有。那我再拔一下，这个。这礼拜要开始。还是你要用手买？用那个，然后用力。喂，好像有声音哎。好，6号。我帮你换电池。然后这个先录是在这里是。8号电池我也是才新。不是，电池都是满的。喂，6号，OK， 好。好，喂，123，12345。
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寒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棍击打拳他，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也必做他鞋下的带子。对亚瑟的树头要发一支影，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计划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伊要掠伊敬畏耶和华最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也毋是凭着耳孔所听见的来议断。伊要用公义审判善车人，用正直议断世上谦卑的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用喙中的气杀死歹人。公义要做伊的腰带，信实要做伊的身躯的带。
请会众起立来吟信诗第80首 B 调，信诗第80首 B 调，小小的城市八里行。继续听着，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内受苦。顶12日死埋葬罗英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来交读启文第31篇，启文31篇伫信息后面。启文31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印。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徛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
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共进。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答甲永远。咱同心来祈祷。普天同庆，祝临世界，全地赢子君王。当世界各所在为着庆祝赢子救主降世的时，原来用欢喜的心，将荣耀、尊贵、甲荣光归予阿爸爸上帝，感谢爸上帝，将独生圣囝守出世间。伊来是要互忧伤的人得到安慰，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受掠的得到讨放，互软弱的变坚强，互黑暗变光明。伫大港的这其中，当腊节倒一届点起的时，恳求爸上帝帮赞，互阮搁一遍反思你降生的意义甲目的，也学习你一生的所做甲教示，互阮伫生活中来荣耀你的性命，互今年的圣诞节过甲活有意义。主啊，阮恳求你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的敬拜、祈祷甲新的典，拢会当合你的心意，帮助阮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疼，并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呼召。阮也要特别为每一位来参加礼拜兄弟姊妹祈祷，无论因生命即马是充满欢喜，也是经历困难，求你赐下平安甲安慰，互阮拢会当得到重新得到力量。主啊，阮透过新的典，阮要一届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求你清气阮的心，互阮的敬拜是真实，并激励阮，互阮的这份的恩典，成做阮生命的见证。愿你的名伫这个礼拜堂，互阮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这所在。愿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学乐圣歌队有带来咱4条要学乐的诗歌，咱歌词印在伫周报内页，请咱大家来看这个歌词来思想。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铲平，峭陡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后，又过了好几百年。有一天，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玛利亚那里，她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惶，反复思考这样问候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作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耶稣出生那时，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羊人，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群天兵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希律作王的时候，有几位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立刻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曾有先知说，将来必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伯利恒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一
咱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书6章第1节到11节，手部后面有印咱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请大家来看，我来读。安尼，咱要讲啥物？咱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稳定搁较加添是无？绝对毋是。咱遮会用罪已经死的人，敢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恁敢毋知？咱拢受洗礼来搭基督耶稣结合，是受洗礼来搭伊死。既然咱通过洗礼搭伊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透过天父因果的权能对死国活，咱嘛着过新的生活。既然咱搭基督成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搭伊结合来国活。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搭基督做伙定12个，是要互受罪拘束迄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搁做罪落力。因为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讨放。既然咱已经搭基督做伙死，咱相信咱嘛会搭伊做伙活。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袂搁死，死袂搁支配伊，因为伊有死，一遍就完全互罪恶制压。伊即马的活是为着上帝的活，安尼恁嘛着看家己已经搭罪断绝关系，搭基督耶稣结合，为着上帝的活。今天课堂礼拜，我再用华语念一次圣经节，罗马书6章1到11节。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能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向罪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了，是对罪死；只这一次他活，是对上帝活着。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上帝却是活的。今天牧师正道是道成肉身，咱将时间交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上帝，你将搬过阮所会当想象的平安赏赐予阮，愿阮今仔日会当借着罗马人书的启示，予阮会当搁较深来甲主你来结连。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有主日学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做礼拜。我想每一个孩子的性格跟他的喜好、气质，虽然每一个小孩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孩子他都可以映照出父母的本相，他可以映照出父母的身影。我们说啊，这个小孩泽清一看啊，就是幼书引导的，好，小光一看啊，就是钟情引导的。这个囝吼是做啥物款哦？咱就给他看讲啊，这就是啥物人家的囝呢？就是谁家的小孩这样子。每一个孩子除了表面上我们看到外表，他包括他的脾气、他的秉性、他的一些判断事情的一些方式，很多时候很多面向我们会发现或多或少都会映照出父母的本相。
今天的经文，我们听到刚才诗慧敬慧长老听了这段经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想，好像在绕口令。这段经文好像一直在绕口令，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会辩论的人。这段经文怎么一下子要我们死，一下要我们活？听到最后我们可能都头晕了，到底是要我们死，还是要我们活呢？按着读经进度，在上个主日，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谈到了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被上帝算为无罪。也就是说，在过去，不论我们是如何的贪婪、不知足、不懂得感恩，这在罗马书的第1章都有谈到；或者是我们如何满心嫉妒、骄傲、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或者常常我们有时候说话不经意的话说出来，说夸大的话。制造谣言，论断是非。不论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存在，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一些得罪上帝、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上帝全部都赦免，判我们无罪释放。因此，我们才能从罪的牢笼里走出来，跟圣洁的上帝重新连结，恢复他造我们原本就应该要有的那个形象。今天的经文第2节、第3节这里说：“我们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意思就是我们参与了耶稣基督的死。当耶稣背负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全人类的罪也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归入耶稣的死。而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借着他的救赎，从此跟那些罪一刀两断，毫无瓜葛。既然我们参与了耶稣的死，当然我们就可以参与他的复活。也因此，我们这个被救赎、复活的生命，就必须要立定志向，向罪死。在今天的经文第2节说，我们这些向罪死的人，就我们要向着罪来死，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跟那一些罪斩断关系，我们要跟那些罪斩断关系，从此不再跟那些罪有任何的连结。因为我们跟圣洁的上帝连结了，我们就跟那些罪毫无关系了。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赎，在上帝与众人的面前受洗，被圣灵完全洁净之后，我们就要彻底摆脱我们过去那不合神喜悦的生活模式，还有那些想法。我们都知道，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意志力啊。现在年轻人喜欢练重训，练重训需要意志力。绝对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那绝对练不了什么肌肉的哈。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意志力，但是一个坏习惯如果要给它挪除，戒烟、戒酒等等之类的，一个坏习惯要挪除更需要意志力。我们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重获新生的人，必须要尽心尽力来摆脱过去那一些罪的纠缠，这同样也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表现。但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就好比我们从小时候，每个小朋友可能或多或少，爸爸妈妈都会给你们学习一些才艺啊，各方面的技能等等，不论是拜师求艺也好，或者是在过去可能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是普遍，都没有很高，有的是土法炼钢，自己学自学。不论是拜师学艺还是自学，都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如果我们有一技之长在身，然后到现在都不曾放弃，或者是可能你因为某些原因你可能停了很久，后来又想再捡起来再继续学的时候，那个动力是什么？那个动力啊，就是因为喜欢，是因为渴慕，是因为这些所学的能够丰富自己的生命，
可以让自己的每一天在喜怒哀乐的过程当中，可以借由这一些来安慰自己，鼓励自己，沉淀自己的心。同样的道理，让我们能继续向罪死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真理的渴慕，是我们确信真理能让我们彻底的摆脱罪，给我们无罪释放的自由。因此，如果我们要向罪死，若要摆脱过往那些罪的纠缠，就必须要学习耶稣道成肉身。在重生之后，我们必须要让真理扎扎实实的住在我们生命里。真理绝对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也绝对不是停留在文字上，圣经里的那一些字句，不只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更能实际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在每一年的庆祝圣诞，音乐、舞蹈跟戏剧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要能够和谐的吟唱诗歌，要能跳出舞蹈的精神与活力，戏剧的排练能够排出这个戏剧要表达的。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是歌谱。我们唱歌要有歌谱，我们跳舞要有舞谱，我们演戏要有剧本。圣经就好像是我们生命中的歌谱，我们不只是要会看谱、唱谱，还要注意呼吸节奏、强弱记号，还有歌词要传递的意境。因此，我们每天除了要浏览、细读圣经，我们还要借着祷告，求主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主啊，你透过这段经文，你要告诉我什么？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在各种处境底下都能够明白他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不是，举个例子，我们圣歌队在练圣诞节的曲子的时候，当然里面有一些独唱的部分。昨天有听到一位队员在分享，一个队员因为大家听了他的独唱就非常的感动，就一位队员的家属就说他每天都在家里一直练习，每天都在家里唱。弟兄姐妹，圣经的话就是要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就是一首歌的旋律不断的在脑海里一直回荡，一直回荡，有这样的经历过吗？就是关不掉，就是那个旋律就一直在脑海里。圣经、上帝的话、真理就是要这样子，一直在我们脑海里不断的回荡啊。我们唱歌要唱到这个样子，我们演戏要演得出神入化，就是要把歌词、把舞谱、把剧本整个活出来，就好像我们整个投入在那个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也是要这个样子。所以圣灵就好像是我们生命的舞谱，跳舞有速度、有快慢、有前进后退、有转弯绕圈，都有上帝美好的安排。至于以马内利的圣子耶稣，他总是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不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揣摩自己的人生剧本。上帝让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看。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揣摩自己的角色。主啊，你把我放在这里，是要我展现出怎样的角色？然后如何跟其他的角色、其他的团契契友一同揣摩，要带给观众怎样的感动？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我们要把真理、把上帝的话给活出来，把这个道给活出来。或许我们现在只是还在熟悉音阶、埋头唱谱，有的时候我们指挥都会说：“看我，看我，不要一直看着盯着看谱，因为还不熟，就会一直盯着自己的谱看，就没办法看指挥。”或许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阶段，也或许我们还在弄不清楚，在跳舞的时候是要举右手还是举左手，是要往右跨还是往左跨，然后可能常常会跟别人撞在一起，打架缠在一起。或许我们现在还在这样子的阶段，但只要我们因着渴慕那终将完成的时刻，只要我们恋慕那得以在耶稣基督面前彼此携手，一起迎向那荣耀冠冕的时刻，只要我们不断的朝着标杆直跑，不断的练习，
不断借由读经、祷告、委身服侍来锻炼自己，那这个道、这个真理，就一定会在我们这个已经因信称义的生命里面扎根结果。我们所期盼的耶稣已经降生在马槽，这是那位客店老板从来未曾想象过的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这个圣诞剧已经演了，每一年都在演，相信有些人已经可以倒背如流。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城，从一家家爆满的旅店这样子的现况来看，这家旅店其实也是爆满的，一家爆满的餐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情况，外场一定非常的嘈杂，有客人聊天的声音，然后有送外场的那些人员送错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混乱的场面。内场厨房更不用说，大概也是非常的混乱。另外可能还堆放了许许多多还没办法洗不完的碗盘。餐厅里面是这样，客店里面是这样，客店旁边的马槽呢，那个马房呢，相对于比较不重要的马房，里面可能挤满了宾客的马、驴、骡子等等这些马房，他们的排泄物，或者是他们的种种，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啊？客店老板虽然拿出了这种连招待都谈不上的施舍，却是他在那个当下所能挤出来的心意。而客店老板这个心意，竟然也是在那位即将出世的耶稣，在那个当下他最需要的那个肮脏杂乱，已经没有人有时间去管的那个马房。我们如果知道耶稣要来，我相信不要说耶稣了，随便一个客人，现在牧师要探访都很困难，因为大家都说牧师唔通来啦，因为你来我要来摒扫，家里我要打扫一下，不然这样子拍谁啦我们如果对待客人都这样，我们都会想要预备，但是这个客店的老板，他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他就是随便，好啦，那就那个马房吧，我已经没时间再理你了，你们就自己方便自己看着办这样子。弟兄姐妹，在我们因信称义的新生命里，起初或许我们可能就会像客店老板这样，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拿不出在世人来看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们却在不经意当中映照出上帝的本相，因为我们本有上帝的形象。那么在因信称义，我们有这个新生命之后呢，我们就必须用我们的意志，不断的用真理来锻炼自己，让自己可以完全的向罪死，摆脱罪的纠缠，进而道成肉身，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参与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在今天的礼拜中，我们要举行圣礼典，里面有坚信礼，又有一位姐妹要在上帝与众人面前宣告，她要向罪死，并且向着耶稣基督而活。她的生命从此将会因着真理，对真理的渴慕，更加的丰富美丽，正如同我们曾经、现在一直到未来都会不断继续经历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借着圣歌队的献诗，与我们生命中的耶稣相遇。那位用布包躺在马槽里的耶稣，那不可思议又极其美丽的生命，必定会让我们这杂乱的马房、混乱的生命充满真光照耀。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它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请会众起立来迎回应诗，信诗第94首，信诗94首，普天同庆，祝灵世界。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举行圣礼典，首先我们要进行坚信礼的部分。我们请坚信礼的余秋雨姐妹来到台前。这位要徛伫咱面前，是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行坚信礼来告别伊的信仰，互教会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诉所听的余秋雨，你细汉时已经有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当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你的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来归属基督，献家己予伊，也定心要来誓约服侍伊。咱的主耶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我天的爸的面前也要认伊。所以，即时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诚实应答我所要问的。不要小看秋雨哦，他都听得懂哦。好，接下来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我相信，非常的温柔。好，第二，第四，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圣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好，这时牧师来宣告。你细汉已经受洗礼，只是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神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教会及建成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神的约一切恩典。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对于这个世界所失落的问题，阮也感谢你，互教会对这个来接纳伊来就近上帝欢喜。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伊的受洗、伊的坚信，你互伊有分伫基督的体。主，阮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天父上帝，阮恳求你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继续来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于你，时时伫信心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候，我们请小会员一起来接纳，恭喜！放下。这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小雨，你们啦，哈，牧师没有从小看到大啦，牧师从中间看到大，这样。好，我们有一个坚信礼证书，姓名余秋雨，出生主后2009年1月14日，小儿洗礼是在主后2009年4月12日，灵洗教会在建成教会，灵洗的牧师是林罗坤牧师。坚信礼在今天主后2024年12月22日，本教会为陪参会员余秋雨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信仰，经小会接纳为陪参会员，此证愿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小会议长黄之梅。我们还有一本圣经。好，听说还有青少契，好，青少契辅导代表要来赠送礼物，好，还有青少契友们。那爸爸妈妈要一起出来合照吗？爸爸妈妈，你们往后面往站高。啊，这还有坚信礼红包哎。还有小雨的阿公，一个孩子从小受洗，然后一直长到可以有自己的思辨能力的这个时候，还愿意来坚定自己的信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想这不只是他的原生家庭的付出，也是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小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的陪伴，给他的鼓励。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引领，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他怎么了？我本来要说主日学的小朋友，你们这是你们的模范跟典范跟模样，可是一上来他们都不见了。好，好，我们就转达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圣餐。我们来吟圣诗218首，218首，圣诗218首，咱坐底吟就好。主，我打就近爱见你的面，咱吟全首。
欢迎属地教会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就跟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这时，阮要来守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话迄面有摕饼祝谢，跟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国来，咱要领受圣餐大圣，咱要照耶稣基督的模样，咱做伙来摕饼祝谢祈祷。特别上帝，阮现在要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通接受遮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
食了后，主耶稣也安尼旁尾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何塞长老。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国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为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再来吟圣诗218首第40，圣诗218首第40，咱坐底吟就好。
请今仔日招待者来进行奉献。在奉献进行的同时，长老们也会一起收杯，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刚才领完的圣杯，可以再放回长老的托盘上。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诗歌。请坐。伫报告内先，我先介绍，咱今仔日有贵宾来到咱中间做礼拜，是惠美姐，还有她的先生张牧师。夫妇他带女儿、女婿、孙子从澳洲回来参加礼拜，来，请起立，来，谢谢。他们坐在3楼，在楼上。惠美姐，好久不见，好，欢迎我们等等中午爱餐交谊在一起。来，还有是俊杰、雅娜的朋友，俊杰兄跟雅娜的朋友。王林珠是不是？你好，欢迎你哦，欢迎。好，谢谢，请坐。好，来报告。来，我们一样看公祷事项，我们一样继续为我们上面所列的，我们一起在我们的每天的祷告灵修中，我们一样纪念。本主日为圣诞赞美礼拜，由圣歌队乐团牧师点燃的基督之足世界之光，
颂赞以马内利的恩典，带来全人类生命的更新。为欢庆圣诞，教会有特别准备每一个人一圣诞糕，愿耶稣基督世界光会当照亮温暖所有仰望他慈爱的人。好，我们现在发送圣诞糕。来。好，来，我们发送圣诞糕，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个圣诞糕。我们一人一份，一人一份。我们不用帮别人拿，我们都会拿到那个人的手上，没有代拿的哈，我们就是一人一份。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拿到圣诞糕就跟左右两边的人说圣诞快乐，圣诞恭喜！谢谢。好，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拿到来教会所制赠的圣诞糕。这是大方盒，里面有6小块，非常好吃。好，回去喝茶喝咖啡。好，都拿到了哈。好，谢谢。有没有还没有拿到的？好，咱继续报告。第2点，本主日举行新的灯，搭主同制度。恭喜余秋雨姐妹完成坚信礼，受接纳为本堂陪参会员。第3点，礼拜后总务部同工要进行舞台搭设，自1点开始进行彩排，请各团体、各表演单位留意自己的彩排时间，务必要配合主办单位的指示。来第4点，本主日下午2点半有圣诞舞会。那暗时5点半，圣诞晚宴、灯摸彩活动，伫马来亚餐厅，伫大同区长安西路287号。将因报名，咱教会表演完、看完表演，都还慢慢的散步走过去，都来得及哦所以5点半大家就入席并有座位表、座次表，1楼的公布栏有贴。那我们银发族昨天长老已经公布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了，请大家看自己的桌次，然后入座。然后后主日10月29是和堂礼拜，咱礼拜中要举行第22届长老执事至2025年为马尼都团契会长辅导受职就任。礼拜后咱要进行全教会大扫除，请各团契会长率领你的客友协助配合总务部的安排。来，教会有准备新春春联，互咱会友摕转去搭伫咱的大门。原则上一家就领取1张，会后咱伫个招待桌遐有放真水的2张春联。来，2025年第1季1月3月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伫招待桌请大家有需要，请大家去看，按照每日进度灵修奉献报告，请咱大家看有错来订正。牧师有要补充无？好，来，咱上营信息第510首，信息510首，请会众起立。Oh
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国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真济。灭岛必回。楼下有爱餐，大家可以享用。那各团契，如果你们要练习，要记得先吃饭，好，先吃饭。